方嘉柏馬房嗰隻5歲嘅人參星，今季 starting 76分，上場喺沙田草地2班1600米跑超快步速都頂唔順輸咗，今次轉戰跑馬地1650米，穩咗班德禮騎，孭121磅。你睇下佢喺第9檔起步都算順利，攝入第2搭前面啲嘅位，前面啲馬帶得偏快，去到最後400米佢仲同放頭馬差1個身位。去到最後200米終於搶到頭，仲力抗後面啲馬嘅後上，點知最後喺好地自快地跑出1分38秒60，末段23秒88，都係輸咗俾大浪淘田攞第2。喂大佬啊，嗰日啲馬跑正常至偏快步速，佢竟然快標準時間7個馬位咁多，喺咁嘅步速之下，佢仲可以放頭跑到咁，真係抵讚。賽後報告話佢冇乜特別嘢，跟住啲新聞就講嗰晚啲賽事。騎師王同埋練馬師王都要去到最後一場先分到勝負，結果巴道騎丁冠豪馬房嘅大浪淘田爆咗個8.9倍嘅半冷贏馬，方嘉柏嘅人參星就攞第2，潘頓騎嘅太陽勇士跑第3，最後潘頓攞咗32分成為騎師王，丁冠豪就攞咗28分成為練馬師王。哇，真係鬥到最後1秒。未來走勢分析，人參星今季睇嚟真係成熟咗唔少，質素都唔錯。上場喺沙田跑快步速都頂唔順，今次轉跑谷草喺偏快步速之下仲可以放到咁耐，證明佢適應力都幾強。方嘉柏啲馬好多時都會越跑越好，相信人參星喺佢嘅訓練之下，好快就可以攞到今季第1場頭馬。佢今次喺偏快步速之下都放到咁好，如果之後遇到慢步速嘅場合，俾佢可以舒舒服服咁領放，贏面應該會更高。大家記得留意下佢之後嘅賽事啊！訂閱同埋推介就唔使講啦。大浪淘田逐步蠶食上嚟，將佢追過。太陽勇士跑第3，第4名係馬魯。好啦，尾場賽事巴道食尾糊啊！大浪淘田第2名，人參星第3啊，太陽勇士第4，馬魯啊！今日成績相當唔錯喎，丁冠豪起碼喎，飛當 Q 啊有，2班都攻陷埋啦。全日就淨係得呢。呂健威馬房嗰隻4歲嘅黃金騎士，今季 starting 50分，上仗第1次出賽跑沙田草地4班1400米後上跑到第3，今次再跑同程，繼續穩何澤堯騎，孭128磅。你睇下佢喺第7檔起步，出閘麻麻地，都係攝入第2搭後面啲嘅位，前面啲馬帶得偏慢，去到最後400米佢仲喺馬群入面穩位，去到200米都仲落後前面啲馬2個身位先開始衝。點知最後喺好地跑出1分22秒45，末段23秒09，都係攞第2。喂大佬啊，嗰日啲馬跑正常至偏慢步速，佢竟然慢標準時間2.5個馬位咁少，喺咁嘅步速之下，佢後上都可以跑到咁，都算唔錯啦。賽後報告話佢出閘只係一般，去到450米到350米嗰段仲賽咗車，冇位出，跑完梗係要驗尿啦。跟住啲新聞就講，嗰日第5場4班1400米，隻有型亮出閘冇耐好似失咗蹄，將麥道朗拋咗落嚟，好彩人同馬都冇事。至於同場無偉傑馬房嘅鬥智波，入閘前啲賠率由28倍跌到8倍，結果真係飛到馬道，喺華將蔡明紹胯下爆冷贏咗大熱門黃金騎士。賽後練馬師無偉傑就話，鬥智波之前健康唔係幾好，除咗心律不正，呼吸都唔係好順，需要適應期。指馬喺從化試習1次比1次好。鬥智波係均速大步馬，佢幫隻馬加咗交叉臂箍，有助呼吸。佢覺得跑1400米或者更長嘅路程都可以應付到。未來走勢分析，黃金騎士今季睇嚟都成熟咗，第1次出賽後上跑到第3，今次再跑都係差少少攞第2，證明佢質素都唔錯。呂健威啲馬好多時都會慢慢進步，相信黃金騎士喺佢嘅訓練之下，好快就可以喺香港贏到佢第1場頭馬。佢今次喺偏慢步速之下，後上都可以跑得咁接近。如果之後遇到快步速嘅場合，比前面啲馬帶快啲，等佢可以喺後面拎埋慳力，到最後先發力衝刺，贏面應該會更大。不過佢出閘麻麻地，同埋有時會塞車，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地方。大家記得留意下佢之後嘅賽事啊！訂閱同埋推介就唔使講啦。